天氣方面，天氣顯著轉涼，今晚市區氣溫下降至大約15度，新界再低1-2度，密雲同有幾陣雨，初時有薄霧，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。1點鐘嘅氣溫係18度，相對濕度90%。空氣質素健康指數，一般監測站係低至中，路邊監測站係中。紫外線指數係1，強度屬於低。新聞報導完，再會。太子珠寶鐘錶特約，瞬間看地球氣候。太子珠寶鐘錶及 Pioneer Diamond 贊助播映。跟住係港台製作嘅《左右紅藍綠》，朝氣都市閒情。